来看西班牙，因为人口的成长甲观光是真旺，厝税是起价真悬哦。西班牙政府当个考虑讲，要来针对毋是欧盟国家的民众来西班牙买厝，要加扣100%的税。马德里纪念商品店货架顶悬，拢是礼品，要互全球来遮的游客买甲欢喜。西班牙的旅游业是真兴，旅游人数甚至是全球上济。2024年有超过8850万的游客到西班牙旅游，因为人数伤过济，也出现大所在无够的问题。Of course,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local than the tourist. But tourists bring the money for the country, which help the locals. 就亲像大部分富裕国家同款，西班牙百姓愈来愈负担不起大钱，尤其亲像巴塞隆纳、马德里这大都市的居民，收入对不着起的租金，厝也起了无够济。Unas 5.500, 6.000 viviendas de turísticos. Tú imagínate que esas viviendas, que son todas ilegales, se revirtieran y volvieran a su uso original, que es la vivienda residencial. 欧洲各国过去10年厝价起48%，超过家庭收入成长真济，其中也包含旅游业做经济命脉西班牙。西班牙政府认为，拢是因为外国人到西班牙买厝炒房造成的，所以拍算针对非欧盟国居民伫西班牙买厝的时阵，扣100%税。Lo que sobran son Airbnbs y faltan viviendas. Vamos a llevar también al Congreso de los Diputados una reforma fiscal para que los pisos turísticos tributen como lo que son. 全能体定息设计师就写一种监控非法旅游公寓的应用定息，发现11000户旅游公寓非法的，都有1万户。负责管理旅游公寓的业者表示，毋是讲伊起价是公司出问题，即卖情势是无够大。不过分析师认为，西班牙政府未通过立法，一向困难重重。即摆发出要扣税100%目的，可能是为制造无确定性甲杂音，互外国房地产投资的人家己求手。公视新闻，恩文宁编译。